正道交臂圓滿，請曾牧師。親愛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真歡喜咱大家今年新春倒來教會做禮拜。有的人當年一定佇這個時間，雖然路途真遙遠，文燦兄歷經這閣有燕朝兄、燕朝嫂，咱對無遠遠的所在倒來到佇故鄉，咱親人做伙聚集佇上帝施恩寶座前。今仔日的聖經咧講起一個2節的聖經，攏敢若有一項咧講，就是上帝平安。上帝平安，這句話佇猶太人因的日常生活中間，就是講 How are you？ 你好嗎？還是講拜拜？好，再見。所以 Shalom 這個字，有當時翻譯做Shalom my friend， 再見我的朋友，還是講你好嗎？這是一個真生活化的語言，但是這個語言其實真深。伊翻做 Shalom 的時，閣有另外一個叫做 Shalom。意思就是今仔咱的題目交臂圓滿。願天父上帝祝福咱在座兄弟姊妹，佇你的人生中間，各方面攏交臂。佇你的品格，佇你的靈性，佇你的思想，佇你的情緒。Shalom毋是干那講平安，就是一個人伊對出世，一直到伊一生的落尾，哪來哪成熟，有交臂，整全，有圓滿，人生有圓滿。願天父上帝聽咱的祈禱，佇今仔日的禮拜，將新出的禮物送予咱大家兄弟姊妹。佇咱要學習上帝話、領受上帝話進前，我要邀請咱閣一擺咱同心來祈禱。是阮賜福的上帝，阮做伙聚集佇你的聖殿，阮仰目仰望你，求你用你的面的光來照阮，求你用你歡喜的面來看阮，求主你是阮賜福，閣將你的平安藏佇阮中間。主，無論是佇聖殿內，阮做組織的兄弟姊妹，或者佇網絡頂懸，袂當來到佇現場禮拜堂的內底，阮的兄弟姊妹，願主你甲因講，願恁平安。主也求你將這個交臂圓滿的祝福，完完全全的福氣，放佇每一個阮的親人，甲阮的囡仔。主，互阮今仔日的禮拜是一個施恩賜福的禮拜。阮今仔日的禮拜是一個感恩的禮拜，阮佇你的面前同齊聚集，祈禱我個耶穌基督的聖名，阿門。這禮拜的禮拜日就是週日，牧師所講的題目，因為已真接近新春，所以牧師的題目副題叫做滿面春風。有參加禮拜的人大概知影講，奇怪，牧師你開講這個滿面春風，因春風吹起，十里百花香。春風一吹，玉蘭花的香味。咱今仔日無論敬拜讚美，無論是聖歌隊所唱的詩歌，攏講到春天的風、春天的雨水，以及春天上帝的榮耀、春光、春雨、春風、春光。願天父上帝佇這個新春的這個節期，伊將所有的福分通過這個自然、大自然，咱看會到、享受會到，這種祝福滿滿的恩典，施落佇咱的中間，祝咱大家佇新的一年，萬事如意，闔家愉快。特別，願天父上帝將伊的 Shalom 放佇恁的情緒，咱的情緒是一個可控制、可安撫、可掌控。咱的情緒是要讓咱享受，毋是要讓咱受氣。願天父上帝將這個平安放佇咱的內底。各位主耶穌做一個真古錐的動作，真可愛的動作，真有充滿神秘的動作。伊來到伊的學生的面前，講願恁平安的事。聖經記載佇約翰福音20章，耶穌做一個動作，伊甲伊講，耶穌將伊的話語佮我的聖心，春風分佇內底。親愛的姊妹，願恁領受。這毋是牧師會當互恁，牧師嘛是對上帝領受，但是咱會當彼此祝福。因為上帝伊就是看袂到的上帝，但是伊甲風同款，雖然看袂到，但是風吹過咱的感覺。寒人的風是冷的，春天的風是爽快的。我還記得古早有一個叫做德福伯，住佇中生即書院的隔壁。德福嘛真夠講台灣的俗語，伊講冬天的風是尖的，熱天的風是圓的。你敢聽迄個意思？德公厝吼，風吼安怎塌袂滿。
寒人的風是尖的，就是鑽入來，寒人的風是尖的。啊，熱人是熱到要死，就偏偏愛有風，啊，風咧吹着，安吹就吹袂入來，伊是圓的。古早人有這種對大自然中間所領受的智慧，更何況咱做基督徒，咱聽上帝的話，若無得到智慧，可惜；咱聽上帝的話，若無得到這個信仰，可惜。願天父上帝聖神帶咱享受做上帝的子兒這種的幸福，對少年到年老，對這世到永遠。願主的聖神對每一個家庭，甲恁分穩定的活氣，像着春風吹，所有的空閒的大地，消滅的冬天的樹枝，新的布演出來，咱的生命中間有新的靈感，有新的潤芽，啊，有新的活氣在咱的生命中。願咱如沐春風，沐浴滋潤。沐浴真正是讀沐浴啦吼，沐浴毋是講洗身軀踮佇主的內底。頂禮拜我講，譬如講古早的初代教會，因咧洗禮地，恁了會記嗎？有人有來做禮拜，恁都有聽到。古早的初代教會的洗禮地，是一個烏佇禮拜當頂一個窟仔，啊有鹽水，啊然後若要洗禮時，因對這個樓梯行落，啊親像潛水。對迄邊的樓梯閣爬起來，沐浴的意思就是浸淫浸佇上帝穩定的內底。願天父上帝用伊的聽，用伊的生命的活力，甲咱扛起來，互咱享受做上帝的子兒，一生無欠缺。領受春風，領受春雨，領受春光。願天父上帝，伊的靈風，伊的恩雨，伊的榮耀，充滿在咱的生命中。願聖神的風吹過，所聽的姊妹，莫做無小無靈的基督徒，莫做無小無靈的基督徒。願咱攏享受活跳跳，咱甲主講，對少年到年老，永永遠遠，你的活氣要充滿在我的家庭的內底，互我的囡仔知影我信上帝是真心的。我的囡仔知影講，上帝何等的恩待我，甲我會行行順順。願這個聖神的風，佇今仔日的禮拜，充充足足，賞賜我咱在座兄弟姊妹，無閣再怨嘆，無閣再孤單，無閣再自卑，無閣再感覺你是冷冷淡淡，無人通陪伴你。願主的聖神，伊吹過這個大自然的中間，嘛進入咱的心中，互咱的囡仔到大漢。互咱的囡仔內底，互咱的囡仔內底，互咱的囡仔心思意念情緒有全備完美，有交臂的滿足。迄就是希羅阿媽講 full and interesting life， 是一個交臂完全的活命。求主互咱佇今仔日的禮拜，咱甲祝禱。因為聖經對頭到尾所記載的，攏是上帝甲人的應允。你若毋相信，恁認真讀。你一定同意我的話。聖經對頭到尾所講的，攏是上帝對人類的應允。伊講，伊為着伊所疼的人所預備的，是超出意外想象袂到的一個平安。這是今仔日的主題。上帝為着疼伊的人所預備的，是目睭袂捌看，耳孔看袂到，耳孔聽袂到，目睭嘛毋捌看過。伊所預備的，就是聖神充滿的生命，就是聖神充滿的生命。願咱佇伊的面前領受，今仔日上帝所予咱的話，聖經的起頭創世紀，伊安尼寫，伊講全能的上帝將天頂的福氣，將地上所蘊藏的遐財寶，攏賞賜予咱。迄個聖經中間就是隱藏的奧秘，跟上帝蘊藏，咱雖然未看得，但是伊要賞賜咱。救恩的意思就是人未堪得得到，但是上帝白白予咱，這叫做救恩啦。佇咱未堪得領受，但是上帝無計較，伊就予咱，這叫做聖經內底咧講的福音甲救恩。所聽的姊妹，甲主禱講，佫較濟，佫較濟，佫較濟。所以大衛佇伊的詩篇內底，伊講：我要大大的張口，我要大嘴，享受上帝所賞賜我的恩惠。兄弟姊妹，毋免客氣，佇上帝面前較無的心，咱就要得到上帝施恩幫助。
那安尼今仔師父帶咱讀的聖經，伊帶予咱什麼種的信息？牧師拄條開始時陣就講到一個真要緊的一個字，叫做 Shalom， 上帝平安。佇今仔日的民數記第6章，這是一個將近4000年，也是講3600年，對摩西以前，摩西伊記載佇摩西五經之前，這種的習慣就已經流傳佇亞伯拉罕、以撒甲雅各的中間。因相信老爸甲囡仔祝福，就是一個祝福。所以後來，因就將這個祝福變做一個真要緊的神聖的動作，迄叫做借我施恩福。既然是上帝的囝兒，伊就是祭司，伊有能力甲人祝福。今仔日這段話講，願耶和華賜福保護你，願耶和華的面光照你，願耶和華抬頭。中文的聖經翻講仰首看你，但是白話字講用以歡喜的面來看你。意思就是講，你佇外面放蕩啊囝，佇外口做歹做歹。唔敢倒來出嚟，但是倒來到出嚟，爸爸吶，伊無甲你認，伊嘛無甲你受氣，甲你罵，伊反倒當用真唔甘溫柔的目睭，耶和華用伊歡喜的面來看咱。每一年新春，咱倒來到德堂教會，應該愛感受到這種上帝用伊歡喜的面看咱。兄弟姊妹，佇新春的時陣，愛好結條，講好話，願天父上帝佇今仔日的聖經。享受出人意外的平安，你想象袂到，兄弟姊妹堅持這種的信心，無論順境逆境，無論佇我人生中間拄到什麼種的境遇，我無得排解，跪落來主的面前講：主啊，這項事我做袂來，天父上帝願你排解，享受我出乎出人意外的平安。我料想未到的平安，就是上帝春風，上帝聖神的風，甲我三甲地地。今仔日的經文，新約腓立比書第4章第7節，伊講上帝的平安。兄弟姊妹，咱今仔日新春的禮拜，德堂教會最大的特色，新春的禮拜毋是聽講道。德堂教會新春的禮拜最重要就是伸出雙手來祈禱。等下咱要有一段時間做嘅祈禱。兄弟姊妹，想好，將你佇今年中間要甲上帝討的，牧師雖然毋知，但是咱伸出雙手講，主佇今年我有心中的計劃，我的工廠要開工，新的工廠佇要完工，主阮所做的工課。兄弟姊妹，你的內心有啥物？你佇主的面前講，主，你搬過一切想袂到的，你搬過一切人想會到。的意思是講，佇人的理性、佇人的理解、佇人的智慧中間，連想都想袂透的物件，上帝早就已經佇你的頭前，甲你備辦。迄是啥？少年人毋知年老的時陣將來要怎樣，但是伊若甲上帝講，再給我一個機會。佇少年的時陣，將伊的人生甲上帝參詳，伊毋知年老伊會變做什麼種的情形，但是上帝已經甲伊定着伊將來的日子。也在你相信這個上帝是安尼嘛？我咱就今仔日個禮拜，咱甲主講，甲天父上帝講，佇我的救主耶穌的內面，求你保守我；佇我的救主耶穌基督的內面，求你來保守我。例如，是吧？查某囝甲你變大漢啦吼，教因認捌上帝，上帝是咱一生的上帝，咱整家的上帝。關上帝是，毋是咱整家的上帝，是咱所有兄弟姊妹咱的上帝，將伊的恩惠放佇咱的中間。今仔日的聖經背起來，常常用這段聖經甲你的囡仔祝福，因為擱落去第27節，就是講愛佇我的名頂懸甲人祝福，佇上帝的聖尊名，願你的國人甲願你的名聲，佇地人親像佇天人，佇主的名來祝福你的囡仔。伊講什麼？願耶和華賜福保護你，這是耶和華的手，保護的手。願耶和華的面光照你，光是代表穩定，面代表穩定。願耶和華用伊歡喜的面來看你，就是一個憐憫的眼神。這個眼神代表愛與接納，愛與接納。
耶和華的目睭看咱，耶和華歡喜的面看咱，會將平安放佇咱的內心，願咱安然自在，春風滿面。願咱安然自在，佇上帝面前坦然過上帝甲咱備辦的人生，直到咱一生的路途。願上帝所賞賜的平安，甲恁三甲地地。那安尼，今日所聖經所講的平安是啥物意思？牧師要解釋予咱聽，因為聖經學者安尼講：你若真正有真捌聖經，你一定會得到智慧。你若真正真捌上帝的話，你就知影講人生事佇上帝手中，得罪上帝的人真可惜，就緊緊佇上帝人民中間，重新甲上帝和好。平安叫做 Shalom， 牧師都叫甲恁講 How are you？ 你好嗎？猶太人見面，嗨，你好，就是講Shalom。佮拜拜的時陣講 Shalom， 這是一個足普通的生活的話。但 Shalom 這個字，伊的字根叫做 Shalem。Shalem 的意思就是全備啦，無論是穩定，無論是思想，無論是品格，無論是靈命。所以 Shalom 這個字的意思就是講，人生命發展完全。佇人的生命出世了後，有一種叫做遲緩，你捌聽過無？生長遲緩兒，有當時啊，伊對語言頂懸有困難。有當時啊，伊對這個人的人際關係頂懸有困難，就親像關佇一個房間中間，伊想要拍開個門，但是家己拍袂開。聖經講的 Shalom 的意思就是，所有的人的生命發展是遲緩。兄弟姊妹，自從咱信耶穌了，到今仔日，你感覺你的靈命、你的生命有進步嗎？唔免甲人比較。嘛唔免一定愛安尼告白互別人聽，你我咱攏知，咱信主了後，咱有改變無？咱的性情有較容易控制無？咱的心內有溫柔無？還是講猶原甲信主進前安尼刺牙牙？真是種動物叫做刺蝟。人若一句兩句話，咱的身軀起毛子就夾起來，毛刺孔啊那，起膠皮兄弟姊妹。一個信主的人要有主的靈佇內底，毋是假出來，嘛毋是勉強，嘛毋是惡，因為上帝將伊的溫柔hòa命放佇咱的生命中。兄弟姊妹，今仔日個禮拜是一個領受的禮拜，咱莫空空來，空空出去，回去。既然來一定要食飽食遐對哦，咱先講好，無論你有一家一道菜無，不管哪時間會當，盡量的兄弟姊妹。歡迎咱留下來，因為這個地方就是上帝的家，對吧？咱回家，敢有匆匆忙忙無食飯就離開？當然有人客氣我說你另有其他的時間不要緊，牧師唔是講主動恁安尼匆匆忙忙離開，唔是。我要邀請咱，做伙食飯是一種足神聖的代志，恁同意嗎？會當做伙食飯是一種福氣。食飯有兩種，一種肉體，一種是靈魂、靈命。原來你今仔日個禮拜，這個 Shalom 陪你一世人，Shalom 這個字，恁看到這個黃色，這種的字體就是希伯來文，有子音有母音，伊的子音就 SLM 三個子音，但是伊個附帶伊的母音，對頂懸一點小點，頂懸一點下骹小 t， 那個叫做母音。Shalom 就是安尼讀。牧師甲咱解說講 ，Shalom 這個字，伊的字根來自於 Shalem，Shalem 就是完整、完整。我這個人是一個完整的，我的品格、我的思想、我的情緒是一個全備的。交臂，台灣話講啊足水，交臂就是種齊全啦，交就是迄個意思。願天父上帝將一個完整的畫面放佇咱的內底，人看到咱就親像看到上帝，人看到人。咱就親像看到迄個藝術品同款。4個禮拜前，牧師甲恁講，日本有一個藝術品叫做金枝，恁會記無？無論你過去怎樣，咱若佇上帝手中，咱就是迄個日本的迄個藝術品。上帝手中，伊講，你佇我的手中要做我的王帽，要做我陽光的面料。兄弟姊妹，咱袂看得，但是上帝要高舉咱。
雖然咱是平凡的人，但是若要用上帝，若要用咱，咱就要水互人看，咱就要帶上帝伊的榮耀，帶上帝伊的智慧，甚至帶上帝圓滿。圓滿叫做沙攬，沙攬的另外一個字根叫做沙攬，沙攬的意思就是圓滿。我本來今仔日題目只有兩字，圓滿。但是我感覺講，交比圓滿較好啊，因為我會當甲恁解釋講，沙攬甲沙攬是同一個字。願天父上帝甲咱三角地帶，全備的福音你有無？全備的平安你有無？是沒有人能奪去的平安。地址無情景，無論事業，無論人際關係，無論是大小事，在咱的心中有咱無法度家己控制，迄個驚嚇、焦慮，遐你姊妹連牧師嘛會焦慮，咱攏是人，若袂焦慮都毋是人。因為咱拄着壓力的時陣，我們都會有一種韌性抗壓力，但是抗壓力有這種的程度，到某一個程度，咱會無在掉。求天父上帝伊將這個全備的交臂的平安放予咱，所以咱的信仰前輩甲咱講，當你若真正認捌上帝的話，你就知講上帝的話無凊彩講，就親像牧師甲你講，上帝的話無空空。你若認捌上帝的話，你就知講，哦，原來上帝的話毋是咱日常用詞爾，拜拜再見你好，安尼爾，食飽未平安，是真正。在你的生命中間，親像上帝用主耶穌基督的寶血給你壓榨，你帶有一個十字架的印記。無論你行到什麼所在，你唔驚看到歹物，你慢慢看到迄個魔神啊。咱常常聽到人講，伊有當時當看到靈異的事件啊，有當時甚至看到了後會有不平安。遐起碼做基督徒，做基督徒，主的平安是一個可以確信、真真實實的權柄。求天父上帝將這個平安放在恁的人生，好不好？願天父上帝也予恁誠多祝福恁的囡仔的爸爸媽媽，好不好？所以今日牧師只有講兩項，予咱放在心內。第一，甲主禱平安；第二，甲主禱講，予我誠多祝福人的人，恁願意無？阿門。願咱佇今仔日上帝話入咱的心。常常講好話，今仔日的民數記第6章是一個祭司因的祝禱。咱地堂教牧師祝禱，毋是用這字，牧師祝禱伊是用保羅的另外一段。願主耶穌基督恩典天父上帝主愛，聖神的感動。舊約有舊約的祝禱，新約有新約的祝禱，攏是祝禱。伊佇這個所在咧講起這種的祝禱，是一個祭司性的祝禱。伊是代表平安，伊是代表交臂，伊是代表圓滿。願天父上帝將沙攬放佇你的嘴，放佇你的心，也放佇你祝福的話語頂懸。願天父上帝甲咱三角地帶。上帝對天頂壓落伊的目睭，伊咧吹，伊咧看。這個應該毋是創世記49章25節，應該是歷代志下卷16章第9節。牧師解無着吼，歷代志下卷16章第9節，伊講上帝佇天堂佇天頂，伊甲伊目睭咧看這個世間人，伊咧吹，伊要將榮耀權柄能力賞賜伊的心上人。伊講心存誠實的人，上帝所要使用的人，佇舊約的聖經記載了清清楚楚，歷代志16章第9節，伊講心存誠實，這個字叫做沙攬。就是交臂人，實實在在誠實的。願天父上帝幫助咱，做誠實的基督徒，做實在的基督徒，毋是佇禮拜堂內底遮阿門，佇逐所在攏真正，互耶穌基督活命活佇你的人生的中間。耶穌毋是做參考的，耶穌是咱的主，耶穌是咱的朋友，耶穌是咱的老師，耶穌是咱一生的光。願天父上帝幫助咱，願伊獻出大權能甲恩惠，祝福咱，對今仔日到年老永遠滿面春風。願天父上帝將這種的信息感動你，
互你講主啊，我相信這是真的。主啊，我伸出雙手，甲你討。主，互我手無空空。求天父上帝幫咱佇今仔日的禮拜。主賞賜祝福，主賞賜保護，主賞賜平安。民數記6章23節到26節。願天父上帝將這章的聖經放佇恁的內心，這叫做亞倫的祝福。因為上帝甲摩西講，你愛將我即馬甲你講這幾句話，對，甲亞倫講。因為亞倫甲伊的子子孫孫將來要做教會的祭司、做牧師，因就是要代替我祝福猶太人。兄弟姊妹，咱做基督徒就是上帝代表要祝福所有台灣人。咱知影這個責任這大嗎？兄弟姊妹，何等的積分！願天父上帝用咱這陣小小的基督徒，這陣小小的人，少少的人，祝福整個的得長。祝福咱身邊親人朋友、咱的同事、咱的厝邊，願天父上帝用這段話放佇恁寫佇恁的心內。願上帝用伊的鏡頭啊，將這個話寫佇恁的心，寫佇恁的腦。伊講：耶和華賜福你，保護你；耶和華用伊的面光照你，施恩予你，保護施恩，閣落安那？願耶和華歡喜的面看恁，賞賜恁平安。三項事，今仔日咱領受。甲主討，主的手、主的目睭、主的面，這是一種完全的充滿、完全的同在。耶和華的保護、耶和華的穩定、甲耶和華的平安，甲恁三甲佇地。透風落雨，佇人生中間心中的情景，主攏誠做咱的保護者。願耶和華施恩賜福，保護你；也願耶和華的面光照你；也願耶和華用伊歡喜的面來看你。耶和華的保護。耶和華的施恩，耶和華的賞賜的平安，甲咱三甲佇地。第一年，佇今年的中間，第一項牧師要邀請咱，就是甲主討，將你所需要，你甲主討，伸出雙手。佇今仔日新春的禮拜，等一個牧師會用詩歌，但是牧師開始會帶咱祈禱、吟詩學樂，但是閣對牧師就無閣再佇講台頂懸甲恁祈禱。牧師要親自甲恁畫十字架，要甲恁抹油禱告。佇咧聽候的中間，恁會當目睭閉閉，恁家己佇心內甲主禱講：主佇今年我有心中的計劃，主佇今年我有心中的欠缺，主佇今年我有心中的征戰挑戰，主佇甲我三甲佇地，全然仰慕上帝。兄弟姊妹，得時不得時，凡事佇主的面前。獨手用祈禱，求天父上帝，互咱佇伊的面前，親像保羅伊勸勉哥林多教會。今仔日咱的聖經新約的第一節經文，第4章第6節，伊講一切無佇看路，獨萬事着用祈禱懇求感謝，萬事着用祈禱懇求感謝，擺咧佇主的面前，擺咧佇主的面前是啥物？列一張清單，甲主講，主佇今年我要安尼。當然，咱袂肯定，但是咱若有照主的心意祈禱，伊就照安尼成就。你若甲主講主，求你互我去簽樂透彩，我去買彩券，來刮樂。哦，今仔日互我出張頭獎，我來保證無一定會中，我來保證你袂中。牧師毋是咱照做講，你去開遐錢，50塊、100塊、200塊買一個，何妨買一個希望？這種希望是虛幻的。但是你若知影上帝是心中的上帝，你就知影講，我毋免地落地啊，無論我去到啥物所在，上帝的就是我的，因為是耶和華以色列的上帝。你聽有迄個意思無？上帝有備啦，在咱的人生中間，上帝有備的人生。兄弟姊妹，不需要去幻想那個天邊的彩虹，但是你當幻想在天上雲上的太陽，雲上的上帝。求天父上帝佇今仔日的禮拜中間，將伊的平安放佇咱的內心。這是英文的話，伊是英文的話。願咱佇伊的主面前，誠做一個祝福人的人。第二，牧師要鼓勵咱，你毋是干那誠做你的囡仔祝福。願咱無論到啥物所在，只要你進入到那個地方，你就帶着祝福去。當你離開那個地方，你就將你的祝福留在那個地方。
真正一個祝福的人，就是講，無論你去到什麼所在，你攏帶着上帝的祝福去到迄個所在。甚至當你離開了後，迄個所在的人咧想念你，因為你為着因留了上帝的天靈來的祝福。這是古早人咱的信仰的前輩，伊咧解說這句話的時陣，伊講：當你若親像亞倫舉手安尼甲人祝福的時陣，你臨到任何的所在，你攏帶來上帝伊的交庇圓滿，Shalom。你進到任何所在，你攏將這個 Shalom帶去到迄個所在。當你離開的時陣，你嘛將一個真完整的 full and interesting life 放佇迄啲人的中間。基督徒是這種的角色，要互台灣因為咱的存在受祝福。咱你今晚唔當凊彩天天的過去，咱的職業、咱的人生、咱的態度、咱的生活，攏甲這項代志有關係。佇咧分享這段話時，我問我家己講：我來到德堂，我敢有帶什麼種來到咱中間？你唔免回答我，我家己咧想。我甲陳牧師，阮兩個人來到這個所在。阮敢有帶什麼種互德堂教會？有一日，阮若離開的時陣，阮會當留什麼互恁？這是阮的態度，嘛是阮的上帝面前的反省。親愛的姊妹，人生不帶來，死不帶去。咱到一個所在，就也了上帝國的政治。我來到德堂有帶什麼？我帶來到德堂，真感謝主，甲恁真做親人同款。我相信有這種看袂到咱的感情，佇你我咱中間。有一天說拜拜的時陣，咱莫講拜拜，咱講 Shalom。這個日子還佫足長的啦，但是願天父上帝甲咱三甲地地，咱來到德堂，咱帶什麼來到這？咱離開德堂教會，咱留落什麼？予德堂人？願天父上帝甲咱三甲地地，咱留落一個全備的信望愛。頂禮拜我接到一通電話，因為佇網絡頂懸有人咧看咱的教會直播的錄音。無想到，迄個人我應該叫阿姨，因為伊甲阮爸爸媽媽是走同輩。伊佇日本已經40年，伊敲一通電話來互我。伊講無意中看到你的名，阿嘛想到過去佇德堂教會你的爸爸媽媽。伊咧講起我的爸爸媽媽時，我知影我的爸爸媽媽因的人生有留着某一種好印象。互伊身邊的人，所以聽姊妹，咱的人生就是上帝的話。別人看到咱若是過賤錯，你毋通歡喜，因為大家攏驚慌，你都要感覺歹勢。你做互人看到你的時陣，感覺講哇，陽光的人又來了。等你離開的時陣，人攏袂佇較正偏，較早走會較早好。佫無佫較歹聽的話咧，兄弟姊妹，願天父上帝甲咱三甲地地，上帝將全備的圓滿信望愛，攏寫佇聖經的內底。你若謙卑，你若腳步，你就讀有。求天父上帝幫助咱，咱學習亞倫，咱常常甲人祈禱。伊講，你着吩咐亞倫甲伊的囝講，你着吩咐你德堂教會兄弟姊妹講。伊愛甲伊的囡仔祝福，伊愛甲伊的厝邊祝福，伊愛甲人帶來到上帝面前來得到祝福。第二句，伊講用我的名放佇因的頂懸。兄弟姊妹，換手佇你的囡仔的頭殼頂，甲伊的額頭畫十字架，甲伊講這句話：願耶和華賜福保護你，願耶和華用伊的面光照你，施恩予你，願耶和華歡喜的面。小事互你，願恁平安。咱做伙來祈禱。全能的上帝，阮佇你的面前做伙主接，阮足歡喜，因為今仔是新春，阮有真濟對外地倒來兄弟姊妹，千人三見面，兄弟姊妹三敬同心敬拜，是何等的恩，何等的福。主，阮深深感謝學了你，
全將你所更新的教會交行佇你的手中。你是掌管這間教會，主你是互這間教會親像春風滿面的教會。全佇你的面前懇求你也好，每一個入來到這個教會的人，攏得到上帝你抹油、施溫、賜福、平安。願將每一個阮所聽遐的心願交佇你的手，願因的家庭平安，願因的人生平安，願主你甲因撒下地地，對這時到永遠，阿門。